Hello，大家好啊！呢度係香港樂齡指南，你哋嘅退休生活小幫手。有興趣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關注返呢個頻道，有好多退休相關嘅資訊會一直分享俾大家。今日嚟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個超級常見，但好多人都忽略嘅問題，就係香港人嘅退休金需求，往往都係被嚴重低估嘅。呢個係一個一般分享頻道，唔係任何投資或者理財建議。有需要嘅話，聯絡返專業人士諮詢。試想像一下，而家一個香港嘅上班族，日日返工返到腳軟，計劃喺65歲退休，諗住可以周遊列國、環遊世界、嘆下世界咁啦。但係等等，你有冇諗過長壽風險呢？今時今日，香港人條命平均已經去到85歲。根據世衛組織嘅可靠數據，香港更加係全世界排名第一嘅長壽地方添。哇，85歲，意思係退休之後可能要過20年嘅無工打生活，即係有機會冇收入。就好似買咗部手機咁樣，電池壽命估計錯咗，結果出街出到一半冇電喎，咁就大件事啦。一係買，一係借充電寶。根據2025年最新嘅數據啊，退休人士每個月平均開支已經升到去大約14,700蚊港紙，對比舊年都多咗1000蚊左右。但係呢個係一個平均數，實際上可以分為3個等級：基本生活、舒適生活同埋呢個豐盛生活。嚟一步步解釋俾你知。首先係基本生活水平，呢個係最節儉嘅模式。每個月嘅開支大約係1萬蚊港紙左右，涵蓋住食物啊、住房啊、交通啊，同埋基本嘅醫療。假設你65歲退休，生活到85歲，退休期其實係20年，唔計通脹嘅話呢，其實單單去乘出嚟，1萬乘12個月乘20年，咪240萬左右咯。聽落去都唔係好多，但係加埋通脹呢，香港嘅通脹率過去呢幾年徘徊喺1.7至到4.6左右。如果用未來值去計算，假設每年嘅平均通脹大約係3%，20年嘅開支其實就可能會翻倍，所以總需求其實係達到400萬以上。而舒適嘅生活呢個係大部分人想要嘅，每個月嘅開支大約25000左右，包括間唔中出去食下飯啊、旅行啊、興趣班啊，或者一啲好啲嘅醫療保險。計算方法一樣啦，25000乘12個月乘20年，600萬嘅港紙左右嘅。咁但係加完通脹3%假設嘅話，再考慮埋醫療費可能會提升多10至20%，因為長壽風險慢性病多咗，咁總額其實達到去1000萬。舉個真實例子，有個朋友退休之後想去學下畫畫啊，間唔中去下旅行啊，但係低估咗醫療嘅通脹。結果一場嘅小手術就燒咗佢幾十萬嘅積蓄，搞到個計劃都冇咗啦。記住間中都要用下 Apps 啊，例如 IFEC 退休計劃器嘅輸入返你嘅年齡啊、預期壽命、通脹率，其實一次過就已經計得到，超方便。檢查一下自己嘅退休金夠唔夠。最後就係豐盛生活啦，呢個係高級版，每個月嘅開支達到去45000。包括咗豪華旅行啊、私人醫療啊、慈善捐款啊、一啲孫仔教育基金咁樣，好多玩法㗎啦。計算方法一樣啦，45000乘12個月乘20年嘅話，就大約基本係要1080萬嘅港紙。咁如果加埋通脹同埋其他因素嘅話，就可能個需求就要2000萬以上㗎啦。根據匯豐嘅最新報告啊，香港富裕人士估計其實真係需要2000萬以上先至夠穩陣。哇，聽落去好似好多，但係想像一下，退休之後你可能住大屋、飛頭等艙，咁呢啲先叫豐盛嘅生活㗎嘛。如果你係單身，需求可能低啲啦，但係如果你係有家庭嘅，加埋伴侶同埋子女因素，就有機會唔止㗎啦。咁點樣先可以避免低估呢？我哋通常就先講咗節省開支先嘅。
咁啊，最簡單就優化下飲食啦，食多啲蔬菜水果，少食外賣，唔單止減低咗醫療費啊，咁啊仲可以保持身材，咁啊保持身體健康添啦。研究顯示，健康嘅飲食可以減低慢性病風險嘅20%嘅。第二樣就延遲退休啦，我哋將個退休推遲到68歲嘅話，就可以儲多3年錢。假設年薪60萬，每年就儲多15%，大約9萬左右，咁你就額外儲多咗27萬，加上複利息，其實威力都幾驚人。第三種比較常見嘅，同埋而家科技比較發達嘅時候咧，就用科技幫手啦。下載一啲理財 App，再追蹤翻啲開支，咁啊設定自動儲蓄啦，咁啊或者揀一啲低風險嘅投資。不過記住啊，投資有風險，唔好亂嚟。咁啊，最後考慮到一啲，即係有啲人退咗休之後都可以做啲副業嘅。退休之後做下 freelance 或者開下啲店鋪仔啊，轉化成有興趣嘅收入。咁好似我哋香港人咁，都唔會停㗎啦。總之退休金其實計出嚟唔難嘅，但係要考慮到全面嘅因素，包括咗壽命啊、通脹啊，同埋個人生活方式嘅話，咁就需要多啲時間去計算，好好安排。咁啊，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退休計劃啦。你係基本型定係豐盛型？咁啊，記住本內容僅供參考用途，非專業建議，請務必諮詢專家。咁啊，最後保持樂觀，退休生活一定精彩嘅。退休就係為咗退而無憂。關注我嘅頻道，會有更多嚟緊有用嘅資訊嘅。感謝收聽，下次再見。